今天我们要用欢喜的心齐聚在你的圣殿，为了庆祝救主降生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恳求主你持续的浇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透过今天的敬拜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同时也将今天服侍的众同工全然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保守，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并且让我们能在每一次的服事当中都领受神加倍的恩典。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我们所生长的乡土，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国家都能够更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在这圣诞的主日，我们再度为天使昔日所传报的大好信息感到喜悦。愿神的荣耀与恩典，此时此刻就跟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用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普世欢腾，救主降临。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大地皆当为王，为眼中心预备地方。诸天欢呼歌唱，诸天欢呼歌唱，诸天欢呼歌唱。普世欢腾，主自万般。普世欢腾，主自万般，万民高唱歌唱，天乐洪堂，生命平原，像你的神嘹亮，像你的神嘹亮。普世欢腾，主自万般，万民高唱歌唱，天乐洪堂，生命平原，像你的神嘹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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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歌唱在高天。天使歌唱在高天，美妙歌声遍平原，四周山林和回声，响应天使欢乐音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亲君同往伯利恒，天使所唱声音声，前来跪拜同声唱，基督救主是神王。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
位荣耀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马太福音1章22、23节这样说：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荣耀，荣耀。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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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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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逐梦中单单仰望你。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荣耀，荣耀。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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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圣在，圣在，圣在。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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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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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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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王中单单仰望你。圣在，圣在，圣在。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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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王中单单仰望你。是的，主，我们在你的荣耀光中单单的仰望你，因为你今天就在这里。我们在神的殿中感受到你的同在，感受到以马内利，你的国度从天降下来，你的光辉照亮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将你所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这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
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这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国度，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识的主名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
将掌声赐给我们荣耀的神。主，你就在这里，你今天就在这里。接着，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现在，主啊，你就充满在这里，在你降生的季节，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因为当世人都在罪恶中没有希望的时候，主，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因为你的降生，我们软弱者以得刚强，忧伤者变成喜乐，贫穷者也变得富足。主，你成就了大事，因为你的降生，这个世界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谢谢你悦纳我们用不停息的敬拜、歌声来赞美你，我们也要用谦卑温柔的心来迎接纪念你的降生。我们的祷告不完全，就让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先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上帝很爱我，上帝超爱你。然后跟你隔壁排的人说，圣诞恭喜，哈利路亚，阿们。很开心看到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读神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现代中文译本149页，跟约翰福音10章10节，现代中文译本163页。我们一起来读。好，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盗贼进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阿们。今天要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的是蔡正道主任牧师，他要传讲的主题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等候。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圣诞节的庆祝礼拜，愿荣耀归于上帝。那今天牧师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现在是在待降节期嘛，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等候。生命中最重要的等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盼望，我们也都在等待这些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有些人期待能够更加进步，有些可能我们在座的学生希望能够成绩更好，那也有些人期待身体更健康，全家更平安。在我们所等待的事物当中，其中有3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这3件事情也是耶稣基督降生所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那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领受。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得到帮助。主啊，恳求您保守眷顾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敞开，欢迎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我们同时也恳求您赐给我们透过圣灵所带来的信心以及爱心，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3件事情啊，这3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等待。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等待就是我们渴望救赎的恩典。每一个人都期待救赎的恩典。我们活在世上，如果我们的出生只是为了迈向死亡，那么生命一点意义也没有，一点盼望也没有。如果生命的结局是死亡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神，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的恩典。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看来，以色列人也是一直在等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等候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所以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9章6到7节，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这样记载着：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要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有一个极大的盼望，他们盼望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上，他要被称作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要带给他们永恒的救赎。然后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来，他在监狱里面听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派他的门徒去见他。他说：“你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一位要来临的那一位，或者是我们还要等待另外一位。”所以他们生命当中一直在等待一个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的生命。感谢上帝，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圣经这样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耶稣来到世上，要带给所有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事实上，耶稣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来的。有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耶稣》，这本书讲述到，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世界将变成为无止境的败坏。他提到了，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这个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命价值改变了。耶稣对于穷人有极大的贡献，对于教育，对于公民的言行自由，对科学，对经济，对家庭，对健康与医疗，对道德，对艺术音乐，都有极大的影响。这本书强调，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世界将要变成非常非常无法想象的败坏。他强调，
耶稣是为这个世界而来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更清楚，耶稣是为了你我而来的。耶稣带给这个世界极大的改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每一个人的拯救之道。今天是圣诞节，我们要知道，耶稣不单单是为世界而来，也是为你我而来。上帝那么爱世人，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我们，要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不致灭亡。只要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到救赎的恩典，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种渴望，最大的一种等候。我们生命当中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渴望真爱，对爱的渴望。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缺乏真爱的时代。如果你打开报纸来看，今天有多少家庭的悲剧，有多少社会的问题是源自于缺乏真爱。昨天最大的新闻我想大概是大家知道昨天4大公投案嘛，也就是我们都透过投票来决定这个4大公投的结果。那另外一个最大的新闻是什么？你们都有在看就是有一个艺人，他的家庭出了问题。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年以前，当这个艺人他结婚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我都觉得很羡慕嘛，郎才女貌，而且都相当有才华，而是觉得说感觉上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一对。可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两个人之间的爱就变质了。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人的爱真的是很软弱，很脆弱，很容易变质。人的爱不是真实的爱。所以如果你去问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我相信一个成熟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世界的人缺乏真爱。儿女渴望父母的爱，父母也渴望子女的爱，妻子渴望丈夫的爱，丈夫也渴望妻子的爱。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就是不明白什么是真爱。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嘛，他是为爱而来的。上帝那么爱世人，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如果没有耶稣来到世上，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而耶稣是为爱而来的，所以在他里面我们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圣经这样说，他说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带来了真实的爱，带来了上帝的爱，让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就这么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无私牺牲的爱，我们得到拯救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件事情，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心敞开，让耶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他那一种无私的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用这样真实的爱去爱别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都应该这样子来学习。我们看到所有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学生，成为他的仆人的，都是带着满满的这种牺牲奉献的爱，
来到他们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我们看早期的宣教师来到台湾，他们如何的付出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真实的爱。今年是2021年，是甘维林牧师就是台湾的一个早期的宣教师，他过世100周年。那甘维林牧师，他对台湾有很大的贡献他是1841年出生在英国，1921年过世。他一生总共活了80岁，但是他有46年的时间是生活在台湾，在台湾宣教，是来到台湾，就是任期最久的第二个宣教师，最久的是巴克里牧师，有60年，他46年。那甘维里牧师他是非常具有冒险的性格。他30岁的时候自愿成为宣教师，在1871年，他31岁，他受到英国基督长老教会的邀请，差派来到台湾成为宣教师。1871年的12月10号，他抵达高雄的旗津，然后再到台南。他当时在宣教当时我们要理解在1871年的台湾那时候交通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他几乎是用他的脚走遍全台湾了。他四处去传道，特别在中部的传道，他有很大的贡献。他甚至是第一个去到日月潭的外国人，所以他把日月潭的英文名字取作这个甘治士湖来纪念首位来台的荷兰宣教师。那他不但是在台湾宣教，他也把福音带到澎湖去。1886年，他跟高俊明牧师的祖父高长一起搭船前往马公去布道，开启了澎湖宣教的大门。所以他用他的脚走遍了台湾全岛。而当他在传道旅行当中，他发现台湾当时有很多的视障者，其中他到了白河的地方遇到一个人叫做温旺。这个人他发现他连眼珠都没有，他就问他说：“你是生来就失明了吗？还是后天的？”他说他本来看得见，可是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当时的村庄里面有一个恶霸，这恶霸就是一个流氓，鱼肉乡民，看不顺眼的人就命令他的手下把他们压制，然后把他的眼珠挖起来，所以他就是后天因为这个恶霸而失明的。那甘牧师问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大概有多少？”他说：“大概有100多个人。”而这些人失明之后，就失去了工作的能力，那没有办法，只能去跟人家乞讨，或是以算命为生。当时台湾根本没有人在关心这样子的人。那甘牧师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引起他很大的同情。所以他就开始去了解视障者在当时台湾社会的处境，所以他决定来帮助视障者。所以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引进了凸字版的课本，让盲人可以靠着触摸来读书。一旦读书有了知识，就有了出路。第二个，他觉得应该要为这些盲朋友们来设立一个学校，专门来帮助他们。他觉得用教会的力量可能不够，所以他希望用当时的政府，当时是日本统治的时代，他就力劝日本政府成立官方所举办的盲校。如果今天你到台南，台南有一个启聪学校，现在是隶属于台南大学，那个就是台湾的第一间为特殊教育所设立的学校，
是由甘维林牧师所设立的。所以你看这张图旁边有他为这些盲人引进的这个教具。那另外，他也觉得盲人一定要自食其力，所以他也努力的为盲人找工作的机会。他认为盲人可以做的工作包含一些粗工或是较轻松的手工。他主张教会可以教导盲人织袜子或是制草帽，来帮助盲人做一些小生意。他认为盲人可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可以做传道人。盲人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嘴巴可以说，可以跟人家分享福音。所以他就开始照顾这一群盲人。他不单单是这样我们看到早期的宣教师，他们对台湾人真是很舍得了。他们自己过非常勤俭的生活，但是他们把他们所剩下的收入的结余，大多数都奉献给台湾。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当时他为很多台湾教会建堂有奉献，他为朴子教会嘉义的朴子教会，他建堂的时候他奉献50块你们不要想说50块好像很少的样子，我手随便拿都100块那时候嘉义朴子教会他们租房子做礼拜堂，1年的租金是5块，他一个人为了建堂他就奉献50块，他把大部分的积蓄都拿出来奉献。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有奉献多少间教会是这样的奉献，我们只知道他后来退休回到他的国家英国的时候，自己没有房子，他必须要去租房子来住。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过，所以他的一生其实就是把大部分他所拥有的都分享给他所爱的台湾这块土地。如果不是一个充满了爱心、一种无私牺牲的爱的人，不可能做到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点：早期的宣教师，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在服侍。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今天我们在过圣诞节，圣诞节就是一个如何实现上帝的爱的节期。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借着我们去爱周遭更多的人，来庆祝圣诞节。很多人过圣诞节，我们都会想要营造一种过节的气氛，装饰一下。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布置很漂亮的圣诞树，大家会彼此赠送礼物，表达关怀，这些都很好。我们教会团契自己活动都很好，我们去聚餐、吃东西，快快乐乐都很好。但是这些并没有实质的触及圣诞节的核心。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更应该把分享爱作为圣诞节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分享爱，我们各个牧区、成人牧区、青少年牧区、社青的牧区都有举办许多的活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都会邀请牧道友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跟他们讲述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这是很有意义的。那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去关怀一些弱势的团体，像昨天社青牧区就到我们的社福中心去关怀一些需要的人。我们不只是在教会内，我们在教会外也要分享爱。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社区的祝福，我们个人要成为别人的天使，别人的祝福。那么就利用圣诞节这个节期，大家一起来分享爱。因为耶稣就是把这个爱带到世上的人，我们是他的学生，要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所以这个世人缺乏的，正是我们可以供给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第三个等待呢？除了等待救赎的恩典，除了等待真实的爱之外，
我们也等待、渴望丰盛的生命。除了等待救赎的恩典、等候爱之外，我们哪一个人不期待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今天的第二段经文，耶稣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但是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他宣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得到丰盛的生命。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只要跟耶稣基督接触的人，只要可以接纳耶稣基督信息的人，他的生命都会得到改变。举几个例子来说，撒该就是这样的例子。撒该本来是一个税吏，他四处去讹诈人，剥削那些穷人，剥削一般的人，大家都很讨厌他。当他认识耶稣，邀请耶稣来到他家之后，他的生命就180度的转变，他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的人。在圣经当中，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保罗本来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本来是一个对律法热心，但是却看基督教会非常讨厌的人。就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180度的转变，从一个破坏教会的人变成一个宣传福音的人。这些人因为遇着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成为180度的转变，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不单单在耶稣的时代，在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明白耶稣是为了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而来的。如果你愿意受到他的吸引，那你的人生将带来不平凡的改变。也就是说，你将会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人生我们的生命长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将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丰盛的生命。这几天我在看谢伟牧师的传记的时候，我看到其中一段，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谢伟牧师，我想大家都知道他除了当牧师之外，他也是医师因为他年少的时候生了一场病，他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说他要担任牧师。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医疗传道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他后来也到日本去学医。那毕业之后，一方面当医师，一方面当牧师。他的太太也是医师，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诊所，但是他除了在自己诊所之外，他要负责其他的3间诊所，其中特别是一间是在北门宇，北门宇是在台南县的北门乡。北门宇这个地方当时流行一种病叫做乌角病，那是因为饮用那个地下水含砷的缘故，所以就造成有些人必须要截肢，必须要手术这个情况。那他义务的到这个北门宇的这间免费的诊所去治疗这些病人。那我看到一个牧师写一段他跟他在这个北门宇相遇的一段故事我内心真的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们有一次到北门宇去的时候，他们一群神学生去那边服侍，那学长就跟他们介绍说，那个就是谢伟医师，他也是牧师。那他们就派学长去问什么问题？学长就问他说，谢伟牧师啊，你为什么当医师又要当牧师？当医师应该赚很多钱啊，为什么你还要当牧师？而且你为什么每个礼拜还要自费老远的从南投，因为他本身住在南投开诊所，
从南投包计程车2-3个小时到这个北门来做免费的治疗，做义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他说当下谢伟牧师没有回答他们，只是带他们每一间病房去巡视，然后他就看到谢伟医师蹲下来跟这些病人握握手，看一下他们伤口，手术后的伤口有没有复原。一个一个病人去看完了之后，问候完了之后，他才带着这个神学生一起走到这个北门语教会的这个中庭。这时候谢牧师才很严肃的跟他们说，当医师的确是可以赚比较多的钱，而赚钱并不是罪恶，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好好的认真的用合法的手段去赚钱，但是不要忘了赚的钱是为了什么。赚钱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用赚来的钱帮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这一点才重要。不要让钱钳制了你原本宽阔的心，不要让钱捆绑了你一个人往理想前进的勇气跟毅力。千万不要想赚更多的钱，让你自己堕落了。如果一个人有了富裕的生活，而忘了有贫穷的人在身旁的话，就会使人忘记上帝赐福的意义。他跟他们语重心长地说，其实我来这边是向病人学习的。他们在这样的苦难病痛当中，尚且还认真的活下来，想尽办法来希望被医治，然后去工作赚钱，让家人可以生活下来，这才是生命当中最可贵的地方。他说我比他们更幸运，生活条件更好，那就应该更认真的工作跟生活。他说我当医生，家里开诊所，确实是比一般人过得好些，收入多一点。我来这边当义工，等于是赴学会来学习实践圣经的教导。他说他来这边做义工是赴学会来学习实践圣经的教导，让他不要忘记上帝呼召他的使命。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一个人要如何活，才能活出丰盛的生命？就是时时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中，时时把需要的人放在我们心中。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将活得异常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今天的台湾，还有许许多多人，他还不认识这一位为我们带来救赎恩典，为我们带来真实的爱，为我们带来丰盛生命的耶稣基督。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我们除了狂欢，除了聚餐之外，牧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仔细的去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耶稣基督的教训活出来，来荣耀他的圣名，并且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祝福。我们应该用爱，应该用被改变的生命，用被救赎的身份，去传扬这份叫人得救的信仰。这是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谢谢您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救赎的恩典，带来真实的爱以及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使用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带来的爱，带来丰盛的生命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领受这份宝贵的礼物。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蔡牧师带来的讯息，愿我们都能够听，然后照这样去行，成为别人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大家预备心。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丰盛的资源，能够活在台湾，让我们的日用的饮食都能够足够。主啊，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的金钱献上。神啊，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同心合一，按着你的心意，把这些资源、这些金钱用在你所预备、所需要的人的身上。谢谢耶稣，也求你祝福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来回应你，不只是献上我们的金钱，更是献上你所赐给我们的才能以及我们的时间。谢谢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要来报告，请大家翻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第2点，本主日点燃粉红色蜡烛，代表仁爱，邀请大家以认罪悔改，还有心中充满感恩与爱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我们也点燃白色的蜡烛，代表耶稣，期待大家用爱跟感谢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并因为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真平安与真自由，让我们活得更有信心与盼望，成为主的见证人。第2点，平安夜、圣诞月。在12月24号本主日晚上7点半，在10楼礼拜堂，也就是这里会举办音乐会，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还有慕道友一起来参加。
第3点，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段燕婷、徐雪玲姐妹之子，还有韦一璇伉俪于12月11日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以及他们的全家。第2点，本会会友朱谢缓香姐妹，也就是朱世辉弟兄的母亲，于12月5日安息主怀，定于12月28下周二上午10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本会会友严志安弟兄的父亲严春琪弟兄，于12月10日安息主怀，已经于12月17在高雄举办告别安葬礼拜，也请兄姐关心代祷。第4点，本会会友花景全弟兄于12月15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一起来为这些失丧的这些家族来安慰他们，也为他们祈祷神的平安临到。第4点，儿童合唱团事工。本会儿童合唱团于12月25日本周六晚上6点到6点半，受邀到京站时尚广场1楼大门口圣诞树前，要参与用爱点亮一响圣诞的活动演出，要来分享主耶稣的爱跟恩典，欢迎兄姐一起到现场共襄盛举。再到第6页，第9点，读经运动。2022年的读经进度表已经放置在10楼，也就是外面的走廊，欢迎兄姐自行索取。接下来我们翻到第8页，左下角装备委员会的消息。第1点，听故事学圣经，从2022年明年1月2号开始，共有12堂课，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报名参加。第2点，关系布道课程。在每个礼拜2早上跟晚上，不好意思，是在1月4号跟11号，礼拜2早上晚上各有1班。礼拜4 1月6号、13号的下午2点到3点半，在7楼的礼拜堂有牧师团。如果是想要邀请你最爱的家人朋友，然后还没有信主的，你想要跟他们学习如何传福音，透过2个礼拜的课程，能够一起来学习。那欢迎大家跟素芬干事来报名。接下来我们邀请蔡牧师来补充报告，更欢迎新朋友。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这边有2位他们是父子，林其昌先生跟林显正先生，不知道坐在哪边。在外面哈。好，欢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